迎收睇《沿途謝親郎》嘅主持人 Ruby。我阿爸，咁多位街坊，你哋好啊！今日咧就同我靚女 Ruby 咧就嚟到咗珠海市區十字門華發商都呢個 shopping mall啊！係啦，就係身後呢個。咁正對方啦，呢個方位咧就係我哋嘅輕軌站啦，可以接駁翻我哋珠海站。珠海站隔離咧就係我哋澳門呢邊啦。咁所以意味住咧，住喺呢度嘅話咧，翻到香港啊、澳門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 Ruby。對啦，包括在這邊晚上呢，還可以看到整個的澳門的夜景的新葡京同埋澳門塔嘅景觀啦。對啦，而且呢，平時有節假日的時候呢，我們可以看到澳門的一個煙花節的。然後今天主要給我們粉絲朋友們分享的就是十字門的一個朗廷廣場，從這裡揸車過去呢5分鐘。揸車5分鐘，總價幾錢？總價呢只需要49萬到50萬左右的，具體的話呢也是要看樓層的，而且呢它是給你贈送停車位，還給你贈送一個充電樁。哇！咁多位街坊心喐未啊？總價49萬到50萬區間，帶埋正裝修交付啊！對啦，而且是現樓狀態喎。係啊，咁景觀方面咧可以睇翻我哋嘅花海長廊同埋橫琴，以及咧山景，以及咧仲有一個海景啊！係啦，4重景觀。係啦，咁我哋行一行呢個 shopping mall 嗰邊。OK，這一家那個十字門，我們也經常過來的。係啦，呢個兜記咧，相信咧好多啲澳門啊或者香港街坊咧都係知道嘅。之前咧喺度食飯仲要排隊㗎。對啦，而且這邊吃的東西呢也是比較多的，像2樓有個烤肉，還有火鍋等等等等的，還有自助餐都有的。華發商都咧，大概喺珠海咧就係分為3間嘅。咁第一間咧就係十字門華發商都啦，另外一間咧就係金灣華發商都，最早嗰間咧就係南屏嘅華發商都啦。對啦，但是十字門的這華發商都呢是比其他幾家都是要大的，因為它1期、2期、3期，3期這邊呢是還在建，今年就可以投入使用的。係啦，今年年底咧就可以投入使用啦。咁係分為 A 館、B 館同埋 C 館嘅，1、2、3期咯。對啦，所以說他來這邊吃飯、逛街、看電影都是有的，就不用擔心說沒有地方去玩啊，而且可以去到長隆那邊看海洋王國。宇宙飛船，對，加埋咧準備咪就係6一兒童節嘛，咁加埋咧仲係放暑假，咁多位街坊咧可以帶埋小朋友啦，放暑假嘅話咧過去橫琴啊、長隆嗰邊玩下。對啦，而且這邊的一個租金，它是可以覆蓋你的月供的。係啦，咁主要係近關口咯，又近住我哋嘅十字門華發商都，又近輕軌，搭輕軌咧亦都係翻到我哋嘅珠海站，接駁翻廣州南站。大概喺9個字就可以去到廣州南站啦。咁廣州南站咧，亦都係接駁翻我哋香港西九龍呢邊嘅，所以交通嚟講咧都 OK 嘅。好了，事不宜遲，我們即刻去我們的示範單位一起了解一下。OK 啦，咁多位街坊，咁而家咧就同我靚女 Ruby 咧就嚟到咗我哋嘅朗廷廣場實體樓呢度啦。因為呢度咧就係實體樓，買呢層咧就係睇邊層嘅。係啦。咁因為加埋咧就係現樓狀態，即買嚟即可收樓。咁帶咁多位靚姐同埋靚女街坊嚟，更加真實同埋直觀感受下嘅裝修標準同埋朝向，最注重嘅咧，最緊要嘅咧就係景觀方面啦。對啦，這裡呢總層高23層，23樓，因為而家咧就係身處最頂嘅啦，23樓。不過咧而家賣嘅樓層咧係有21啦、22啦、23都有嘅。對啦，具體呢是喜歡什麼樓層，我們就可以選擇什麼樓層的。中意邊套揀邊一套，同埋咧睇邊一套。係 OK， 咁樣因為呢度咧就係一個43平方，相當香港尺數咧就係462尺嘅。然後我們進來看一下，因為它是一個精裝修的一個現房嘛，我們既可以自己住，也可以出租的。然後我們所見到的都是一個交付標準的。冇錯啦，除了床沒有。床啊、sofa 呢啲咧，我哋簡稱係軟裝。軟裝咧就係 sofa、床啊、台台凳凳咧，可以搬得喐啲嘢咧，統一叫做我哋嘅軟裝。咁硬裝係咩咧？就係天花啊、地板啊、牆身啊呢邊做好晒，係叫硬裝嘅。對啦，那進門來這邊呢，它是做了一個小型的一個鞋櫃的，然後上面有一個收納櫃。裡面都是每一家每一戶都有一個獨立的一個電箱電表的。冇錯啦。咁呢個咧就係 apartment 嚟嘅，公寓式嘅一個屋苑嚟嘅。對啦，然後進門來這邊呢是4合1的密碼指紋鎖，這邊呢同樣都是一個交付標準的。然後公寓它這邊呢它是不能用明火的，只能用電，所以說到時候呢只能用電磁爐，然後有抽油煙機，有這個美的的一個電磁爐，還有消毒碗櫃，這些呢都是一個交付標準的。櫃星盤，包括這些櫃子呢都是
因為這邊呢出租比較好一點，我個人會覺得，因為它近橫琴的一個長廊，然後又近橫琴的一個花海長廊嘛。係啦，等下我哋喺呢個窗戶咧，亦都係睇翻我哋嘅橫琴大橋同埋橫琴嘅景觀㗎啦。對啦，然後這邊星盤都是一個交付標準的，然後你看這邊有一個櫃子。它底下呢是一個鏤空的設計，到時候可以放一個烘乾機都可以的。係啦，到時候呢個位置咧係一個吉位嚟嘅，咁後期咧亦需要自己去購買我哋一個洗衣機啦。哦，它這個設計挺好的哦，上面是冰箱，下面是洗衣機。係啊，係啊，因為其實買呢個公寓咧就係好似住酒店咁嘅。對啦。係啊。OK，咁因為而家嘅總價咧就係49萬。接近50萬一個區間啦，咁然之後咧，因為大陸而家最新嘅政策，公寓嘅政策咧就係可以做翻我哋嘅一個3成首期嘅，咁計個50萬啦，咁3成首期嘅話就係15萬，係啦，15萬一個首期本，咁月供咧大概係供2000零蚊。然之後係你講，但是這邊的一個租金可以覆蓋你的月供的。冇錯啦。咁加埋嘅話，而家仲有一個政策咧，就係6·1兒童節嘅政策啦，就係可以送翻一個車位俾到你哋嘅。咁呢個車位咧，亦都係加翻我哋嘅充電樁喺度噶啦。對啦，然後這邊呢是一個洗手間的一個區域的，然後中間是有一個平移的一個推拉門的，然後平時我們要用的話就把它關起來，也比較隱藏，也比較美觀的。然後像這個馬桶啊，以及這個洗手台，還有淋浴區，都是一個交付標準的。這邊呢就是酒店式的這樣的一個設計的。就大家最直白嘅、最簡單嘅就好似住酒店咁咯。對啦。係啦，因為呢度咧頭先 Ruby 所講嘅一個近橫琴啦，同埋咧近翻我哋嘅廣州大橋關口呢度嘅。去翻到廣州大橋關口嘅話，大概喺4個字啦，20分鐘車程。咁然之後呢度最近一個最大嘅 shopping mall 咧，就係十字門嘅一個華發商都啦。咁然之後咧，華發商都咧隔離咧，亦都有我哋嘅輕軌站嘅，可以接駁翻我哋一個珠海機場或者珠海站。咁珠海站就係一個輕軌站，咁隔離咧就係我哋嘅澳門啦。咁所以意味住咧，你翻到我哋香港又好啊，或者澳門咧都係好方便嘅。對啦，然後再看一下它的室內套內的一個面積的哈，43平方，它這邊可以放2個大床都可以。如果你要出租的話，就放2個大床比較好。如果自己住的話呢，就可以放一個1.8米的床，然後這邊呢可以做成一個沙發，還有一個休閒的一個區域的。冇錯啦，而且咧大家睇下呢度單層高咧非常之高㗎，係啦，佢係比我哋普通住宅仲要高因為呢度總層高咧就係3.15米嘅，我哋普通嘅住宅咧，如果係毛坯清水嘅話就係3米，咁如果係加埋裝修啲咩批灰啊、批檔嗰啲嘢咧，就係2.89米左右，咁整體個位係比我哋嘅普通住宅咧係要高嘅。對啊，所以說看起來會比較唔係好壓抑咯，係啦。因為這邊呢，它不僅僅是有小面積，它有大面積，大面積它是一個複式的 loft。係啦，4.15米嘅。對。總價呢100萬到135萬，但是它是毛坯的。係毛坯，100萬咧就係睇翻我哋嘅園林呢邊嘅，咁130或者150萬嘅咧就係睇翻咁靚一個海景同埋我哋一個山景以及花海長廊嘅景觀啦。對了，但是前面呢，它是沒有任何樓宇遮擋的，就可以直線看這個濠江景觀，也可以看到花海長廊景，還有遠處的一個山景的。係啦，咁喺我左上角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橫琴金融島啦。再過去咧，就係我哋一個友誼大橋，澳門嘅友誼大橋啦。係啦。主要係賣景觀同埋依家真係49萬或者50萬就可以入手啦，首期15萬啦，咁然之後仲送埋車位加埋就一個充電樁俾到你哋嘅，咁呢個充電樁咧亦都可以出租俾人哋嘅，咁大概喺200蚊一個月呢個充電樁，咁車位大概1000零蚊啦，咁你整體嚟講一個車位加埋充電樁加埋呢個單位嘅租金大概喺3000幾蚊一個價錢嘅。樓下呢，它還有一個溫德姆的一個酒店，然後附近呢又有長隆啊，還有花海長廊啊，還有十字門嘛，所以說它周邊的一個配套來說都 OK 的。係啦，因為珠海市區而家呢套單位咧就係算係最平嘅啦，普通一啲其他一個apartment啦、公寓啦都要70-80萬㗎。咁大家唔緊要咧，都可以過嚟了解下。參考下呢個價錢，或者呢個翻到廣州大橋啊，或者去到十字門華發商嗰個車，自己衡量翻呢個問題咧，呢個屋苑咧究竟適唔適合自己啊，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喺度嘅。對，因為這邊呢也是在做輕動的活動，所以說它選的樓層呢可能不
不是特別多，然後所以它的總價會便宜一點。係啦，咁喺度咧都係同咁多位街坊咧做個總結啦，就係關於我哋嘅公寓嘅一個簡單總結啦。咁首先好處咧，買公寓嘅話咧就係總嘅銀碼低，大概係50-60萬或者70-80萬就可以買到一套公寓啦。咁因為而家又有一個最新嘅公寓政策，就係首期30%嘅，係啦。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嘅話，公寓咧係可以註冊公司嘅。咁何為註冊公司咧？就係好多啲街坊咧，而家啲朋友仔咧就買咗公寓之後咧，做翻一間工作室或者直播室嘅，咁可以做翻我哋嘅美甲啦，係啦，美睫啊、美容啊，係啊，眼耳口鼻呢啲係啦，然後做美容美髮呀都可以的，然後也可以做一些貿易公司嘛，係啦，這些都是可以。如果買呢套公寓做翻個直播間啊或者工作室咧，就唔需要去到我哋嘅商鋪底商嗰邊去做啦，因為佢底商場嗰邊咧租金貴啊，係啦，呢個係為唔到本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就願意使大概10幾萬啊買一套公寓翻嚟咧，就係做翻我哋嘅 Ruby 頭先所講嘅美甲或者我哋嘅腳甲，呢啲係比較好啲嘅，係嘛？雖然我冇做過，但係我都知道嘅，係啦。係啊係啊。係啊，或者可以做翻我哋嘅 facial 啦。咁 Ruby 你介紹下如果買公寓個缺點啦。缺點的話就是不能落戶。什麼叫落戶呢？就是因為小朋友要讀書上學的一個問題嘛。像70年的一個住宅呢，就我們小朋友可以就近附近的一個學校讀書的。然後公寓產品呢，它是不能去就近的學校讀書的。然後呢，它是一個40年的一個產權問題。第二個呢，它就是商水商電，它不是民水民電，可能比我們的民用水電呢會貴那麼一點點，而且它的物業電呢也會貴那麼一點點的。簡單嚟講咧，唔可以落戶，唔可以簡單嚟講咧，唔可以落戶嘅先。簡單嚟講就係如果你係香港個戶口咧，就唔可以遷個戶口過嚟珠海呢邊啦。咁然之後咧，小朋友咧就唔可以喺度讀書嘅。呢個係公寓一個缺點嚟嘅，係啦。咁加埋咧頭先 Ruby 所講嘅，唔可以用我哋嘅明火，只能用電，係啦。咁加埋咧個梯戶比咧會多啲嘅，呢度咧就係5梯28伙嘅。咁如果普通啲而家住宅基本係2梯3伙或者2梯4伙，甚至有啲住宅咧私密性高啲嘅話，可以做到專梯專伙啦，係啦，都唔緊要。咁我哋都將呢個 apartment 啦公寓嘅一個優點同埋缺點分享俾你哋，咁大家衡量翻自己究竟適唔適合呢個屋苑，究竟值唔值得入手，究竟係咪筍本筍嘢？係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咧，歡迎隨時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我同阿靚女 Ubi 啦。咁我哋咧亦都有發份關於呢個屋苑朗廷廣場嘅整體樓師俾到你哋嘅。咁同時咧，當你哋買完樓之後啦，我同阿靚女 Ubi 都有我哋一個售後服務啦，包括你簽名舊書、網簽、交契稅、辦理銀行卡、銀行呢邊按揭、上位收樓、驗樓、辦理居住證啊、醫保啊、社保啊等等嘅服務咧，我同阿靚女 Ubi 咧都會一條龍幫咁多位街坊服務好嘅。咁我哋迎頭接啦，不單就好俾我 Ubi， 還有議價能力。係啦。加能力可以幫你哋現時價格基礎上咧，再幫你哋去爭取更大、更多、更省嘅優惠折扣。揾我哋迎圖接買樓咧係首選嚟嘅，因為我哋迎圖接咧已經服務咗數十萬名香港同埋澳門街坊成功接咗啦，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激啊！咁多位街坊嘅收聽同埋支持，中意迎圖接，中意我同阿靚女 Ubi 嘅話咧，可以點讚加關注，俾個 like 我哋，同埋日後咧我同阿靚女 Ubi 都會繼續分享更多啲快樂、歡笑、愉快俾咁多位街坊嘅，希望你哋睇得開心同埋日日開心。係啦，我係 Albert，我係 Ruby，我哋下期再見，拜拜。